大家好，我係韋飛鴻，我係第23屆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 Variety 組別全球總金獎，我係香港女變臉師。對於我嚟講，變臉係其中一樣舞台上面嘅展示，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已經見到爸爸喺台上面去表演，我覺得好精彩，亦都覺得自己係屬於舞台嘅。但係因為爸爸覺得女仔唔好做呢啲啦，好辛苦㗎咁樣。如是者過咗一段時間啦，咁佢就覺得哎呀，好似都冇乜嘢傳授俾個女，佢叫我試一套佢嘅舊嘅服裝，然後佢叫我帶啲面譜，我都完全係唔知做啲乜嘢。咩事啊？咩嚟㗎？做咩要帶上去啊？咁樣佢教我1、2個動作，咁我做完啦。咁佢話：你學識啦。咁樣我就我係咪真係得㗎？咁於是乎有一段時間啦，咁就去咗佢嗰邊當其時工作室嗰度就練習啦。咁然後跟佢學變臉練習，搞服裝、搞音樂、搞面譜。03年嘅年頭我仲係白紙一張，去到03年嘅年尾我就已經出道啦。就表演啦咁樣，其實原來變臉都可以為其他人帶嚟一啲正面嘅信息㗎喎。咁變臉如果再去教學生嘅話，都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提升自己㗎喎。咁樣咁就更加樂於去做而家呢個舞台上邊嘅工作咯。變臉藝術係4個字：神奇妙美。其實你點樣去做得一個比較神怪？諗唔到嘅，點樣去咁奇特嘅去變到你個面孔？點樣成件事係嗰種妙不可言？哇！點解佢咁犀利？你又講唔出點樣形容嗰個？會心微笑，好開心嘅。睇完之後，美就當然係舞台上面係追尋一種好美麗嘅展現啦。咁可能包括係服裝啊，或者係面譜上邊啊咁樣。神奇嘅地方就係佢要喺一瞬間入邊，將你嘅面譜由一個樣變成另一個樣，去表達故事嘅情節或者演員嘅內心情緒嘅。由劇入邊嘅小角色可能係變幾張臉譜。到而家咧，我哋嘅要求會多咗啦，可能變10幾張、20幾張、30幾張，甚至乎好似我爸爸去推崇一個紀錄係去到70幾張一個面譜，就為之一個表演咁樣。咁亦都難度相當之高嘅，因為不容有失。如果你錯咗任何一個面譜嘅操作嘅話咧，其實係好難繼續做落去嘅。變臉嘅要訣就係佢首先要做得乾淨啦，即係你唔好有任何蛛絲馬跡俾人見到，咦？好明顯喎，咁樣咁同埋咧，你要做得快啦。咁當然嗰個快嘅感覺唔係我喺個台上面乒鈴乓啷咁樣操作完就算。咁而快嘅感覺就係我變嘅嗰一瞬間要做到快嘅，但係我要有個營造個氣氛喺度嘅時候，咁呢個就唔係要快啦，係啦。咁快嘅時候係只係講變換嗰一張嘅張數嘅速度要快咯，係啦。喺2019年嘅時候就去咗美國參加佢第23屆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。咁其實成個比賽係非常之緊張，因為我係代表緊中國第一個人去攞變臉去打呢個比賽嘅。咁所以係一步一步行落去啦。咁一步一步嘅意思係去到美國。每一個關卡你都要過初賽、決賽、準決賽咁樣，而每一個關卡你都要攞咗個金牌，你先至可以再去到最後一個叫 final show 嘅，再喺入邊咧再爭奪你嗰個組別嘅總金獎。咁而評審嘅要求就係你有個技巧性有幾高啦，因為佢係一個叫做世界表演藝術嘅錦標賽，咁所以咧你除咗你嗰個表演力有幾高之外，你有冇藝術成分？會唔會有娛樂嘅成分？咁同埋你有冇自己當地嘅文化嘅特色？喺1分鐘嘅比賽入邊要展現晒所有嘢。咁最後亦都好好彩地，我嘅演出係得到評審嘅青睞，最後就攞咗呢一個 Variety 組別嘅全球總金獎。我覺得變臉傳承係首先有人繼續做緊落去，咁有傳統嘅一套係要有嘅，有一個 standard 去做得到嘅，即係譬如有講過嘅速度快啦，你要做得乾淨啦，同埋你要點樣去吸引觀眾嘅眼球啦，呢啲係基本要有嘅。咁然後你可以加入一啲你自己嘅諗法啦，一啲嘅變化啦，咁亦都
繼續做一啲嘅推廣啦，係俾更加多嘅朋友仔知道，或者係甚至乎我哋近呢10幾年喺學校嘅時候，點樣去令到學生去了解到我哋有呢個中華文化，呢個都係其中嘅一部分。其實每一個好簡單嘅動作，你都係要花好多嘅時間先至做得到。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嘅學生，我哋嘅小朋友去磨練佢自己嘅耐性，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強嘅一個橋樑啦，一個經歷啦。咁所以變臉嘅發展、傳承、推廣，亦都係一步一步咁樣。你諗一啲方法去令到更加人會接觸到，更加多人去接觸到呢件事咯。我經常性去到，就算學校同同學仔去分享都好，就算你遇到過失敗同挫折，你最緊要問翻你自己，你對嗰樣嘢有幾多嘅熱誠，你有幾中意呢件事？如果你係足夠中意嘅話，其實冇需要去放棄，冇需要因為而家面前嘅少少嘅挫折你就放棄，因為只係一步嘅啫。如果你攬到過去呢一步呢，你會知道，咦，我可以做得更加好，你嘅下一步會再更加精彩，人生前途會更加光明。